400米初賽第二組。看右吧。起身，起身，起身，起身。按右吧。set。決賽名單公佈，日劇男子 U23 100決賽名單。第一線蘇永熙 WAC， 第二線張虎軒 SFS， 第三線日 ESWAC， 第四線譚顯明 WAC， 第五線麥俊豪 LSCAC， 第六線鄭長雄 HBAA， 第七線魏永康 HBAA， 第八線吳慧俊 WAC。重複，以下係男子 U23 100米決賽名單。第一線蘇永